囝儿上操劳，日暝为囝儿上挂心，啥人知影老母的心？感谢报答伊大恩情。老母无畏寒，热艰苦，无惊大风，无惊大雨，为着阮常常在奔波。写书袂记得你老母，上帝疼痛咱世间人，搁分派老母照顾咱。今仔日是母亲节的日子，我要感谢俄罗助你。请咱来祈祷。我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面上和平万项好物的源头。今仔日是母亲节，我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唱歌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也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的，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拄着困苦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的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极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有时也讲毋对话，做毋对代志，求主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做顺服的人，伫厝里诚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做一个和平人民的人，来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啊，今仔日甲阮的陈牧师同在，互伊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锦旗，咱请这个教会这个妈妈锦旗舞团来献诗。咱来看这个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2025年度母亲节主日，本会各条礼拜有见证献诗感念文。本会也赠送每一个老母一份礼物表达祝福，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二点，下主日就是5月18。为香柏树音乐赞美主日，第一条甲第二条的礼拜，邀请这吴英俊宣教士主领音乐见证礼拜，敬请兄弟姊妹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并且代祷。第三点，103年度奉献的证明收据已经完毕。敬请兄弟姊妹要替人会当伫这个办公室来替为具体消息。第一点，松树本会黄厝长老娘
就是黄家斌长老佮黄家华即事的阿嬷，5月初5拜谒蒙主温调安息主怀高会这会修是96岁长会修哦吼。伫即个5月17，就是拜六上午8点，伫家己的厝，就是33街135巷14项举行即个纳棺礼拜。下晡2点，伫这本会即个举行即个追思告别礼拜伫主堂哦。下晡4点半，伫阳光十字架举行安葬礼拜，求主安慰全体遗族，并大家来关心代祷。这爱交即个有参加相助会的人爱交这相助会费吼。第2点，合作会合作社。第1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有召开李干事开会，敬请李干事出席参加。第2小点，社员防癌保险1年的保险1760块，对5月13起会当来办理到过时间就无要接收啊。欢迎合作社的人会当到合作社遐会当来接寻。第3点，敬拜团定于7月13，就是拜六礼拜下晡3点到6点有举办敬拜团半日游。地点是晋源农场，就是小港区民盛街135巷10弄12号这个活动的内容有烤肉，有团康游戏。费用是敬拜团的会员100块，家属300块，140公分以下的小朋友爱200块。当天当一天报道的团员佮家属会退100块，敬请各团的主领报名参加。要坐这福音车的人会当来登记这个有限这个50名报名满就查止啊。第4点社青加这个学生社区的牧区，定5月24，就是拜六下晡5点半到8点半，伫这个敬拜中心有举办这个木市集活动的内容有美食、福音解签文创商品，佮有趣味游戏、草地的音乐会佮摸彩。现场使用这个原油券消费，无接受这现金，费用是200块。欢迎兄弟姊妹参加佮伫办公室买票，会当伫办公室买票。代祷消息，请牧师。免啦好。感念文咱来请这个郭承恩同学。你可能给面顶来，来这，到上面了，上面有麦克风啊。我是郭承恩，大家拢叫我郭爸，因为阮阿母讲我是国家的宝贝，所以我伫阮阿母的巴肚内底，大家就安尼叫我。毋过阮阿母阁讲，我是伊结婚7年后亲像上帝的恩典，所以互我号名叫郭承恩。我阿母叫刘惠敏，我阿爸讲伊是一个真牛毛的人，这毋是我讲的哦，虽然我嘛是安尼感觉啦。其实我的阿母就是一个足认真的人，做啥物代志拢真认真。平常时阿爸伫外地做工课，拜六礼拜才会使转来。所以拢是阿母咧照顾我，伊爱上班，
毋过伊每一工会知影，拢5点半就起床，互我准备早顿。这是真侪人的阿母做袂到的。伊煮的饭嘛真好食，看我的身材就知影，我足感谢伊。伊每一工爱无闲处理的大细项代志，搁爱甲我看功课，我袂晓的，伊会甲我教。虽然有时伊讲完我嘛是袂晓，伊会失去耐性，少歹的甲我骂，毋过伊一定会甲我到家的为止。阿母定定提醒我爱祈祷，因为伊甲我讲，我细汉的时阵足敏感，定定会惊吓、发烧、破病。阿母会甲我做伙祈祷，求上帝找歹天使守护我，互我平安大汉。我的阿母虽然真严格，毋过伊是一个足巧的阿母，平常对人嘛拢真好。阿母，多谢你辛苦照顾我，照顾阮一家伙仔。希望你会使定定歇困，对家己较好一点。今仔日是母亲节，我要献上感谢，祝福每一个阿母平安健康。愿上帝拢听阮的祈祷，阿母我爱你。近期咱教会妈妈舞短堂。水的身躯嘛厉害害，水水的外表人乌路，歹歹的面容若是笑嗨嗨，请你唔通来失志，上帝会来照顾你。路途的花蕊，寒天过了，通解水。过了，通解水。闺女啊，请你甲我讲咱的一生是啥物？有时怨怨，有时欠亏，春天秋天等袂停。有时怨怨，有时欠亏，不管秋天也春天。是欠亏，春天秋天等袂停。有时怨怨，有时欠亏，不管秋天也春天。闺女啊，请你甲我讲咱的一生是啥物？有时怨怨，有时欠亏，春天秋天等袂停。有时怨怨，有时欠亏，不管秋天。
上帝甲咱相命命。感谢主吼，咱今日伫即个母亲节吼，特别有古堡吼，甲咱讲感念文吼，伊真正是宝贝吼，台语真好讲，册真好读，迄个灵修笔记吼，写得上赞吼，妈妈真正做用功吼，实在是感谢上帝。咱头拄即个妈妈竞技舞团吼。感谢主，咱今年打开始吼，若有趣味跳舞吼，即个竞技舞团吼，嘛会当联络咱的即个美玲长老吼，因头一届来伫咱的教会吼，来演出吼，来祝福大家，感谢主吼。搁一遍甲因拍拍啊，感谢上帝。咱来共读上帝话语，伫约翰福音19章26节到27节。耶稣看起老母甲所疼学生徛伫边头，就对老母讲：“老母啊，看，你的囝。”搁对学生讲。看，你的老母对迄时迄个学生煞接移到家己的厝，上帝祝福伊的话。俄勒写双年圣歌队。
讲到车牧师，伊的题目是好好善待老母母亲。感谢主吼，咱多谢咱的上年圣乐队吼，唱这首迄个摇镜歌啦吼。那迄个摇镜搁爱饲镜，搁爱教镜，搁爱带镜吼。感谢主吼。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无论是细汉是大汉，拢是囝吼。感谢主，老母的疼永远袂变换。咱今日吼，感谢主伫母亲节的主日，咱祝福每一个妈妈吼，母亲节快乐！每一人有勇健身躯，会当诚侪家庭甲细囝祝福。咱教会吼，为着表达对妈妈的意义吼，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吼，就是千年的旅券要送互咱妈妈感谢妈妈的辛苦，请咱所有的妈妈吼，已经结婚了的姊妹吼，咱拢起立吼，请咱的中集来分这个礼券吼。若有迄个附带母子的吼，应该是咱甲办者了吼。老爸代替老母吼。感谢主吼，迄个摇篮的手吼，震动全世界就是老母的手，老母的牺牲，老母的目屎。老母的耐性，老母的疼心，上帝听惦伫老母，诚做囝儿的祝福。咱搁一遍拍扑吼，感谢所有的妈妈，感谢神。毋知咱学生牧区的影片敢有要放敢？咱迄个学生牧区吼，这个学生吼嘛表达对老母的感谢吼，咱透过影片吼来领受这个囝儿吼，这个少年人吼对老母的感谢。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玛雅的特别采访。每一位妈妈呢都有不同独特的样子，有的是温柔型，有的是乐观型，还有的是超人型。像我的妈妈呢，就是爱的唠叨型。那呢，我们等一下呢，会让大家从30种不同的妈妈的种类当中，挑出一种最符合自己妈妈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大家呢，去用一句话表达心目当中最想和妈妈和小孩所讲的。在最后呢，我们还会访问妈妈的愿望清单。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分享吧。Let's go！ 你现在不要来拿一下戒指。对，然后对方说就是好，音乐才女吗？好，除了这个音乐才女妈之外呢，我们邀请平衡，就是就是各种。不易哦，我妈妈就不理解。我刚刚觉得所以可能可以贴很多吗？可以，爸爸自小，我爸自小觉得他难得会出那个。现在会出。妈妈拢总有30种的类型啦，大家拢无共不管多种类型，妈妈就是疼囝儿。我选的是2个第一个是巧手妈妈，原因是我妈妈她在20几岁的时候，她有自己去学裁缝，
还有自己买一个裁缝机，然后回来他会买衣服回来爆改这样子，然后我都会麻烦我妈妈要把它改松啊，或者是要把它改紧啊，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还蛮感谢我妈妈的。然后第二个是爱的唠叨，那原因是因为他因为最近我工作关系，然后他也很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都很常会用爱的唠叨，然后提醒我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提醒我要注意什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会用神的话也好，就是在信仰上面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唠叨啦，这样子。我选的是超级无敌妈妈，就是在东西忘记带的时候，然后妈妈都会帮我准备好。音乐才女嘛，因为她很会弹钢琴，也很会唱歌，每天在家里唱，让我觉得蛮好听的，也让我家隔壁邻居都也觉得很好听。对。我选的是音乐才女妈，因为我妈妈每次煮饭的时候都会在那边超大声的唱诗歌，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也是。有一次她那个从工作回来开车，然后我从车子外面都听到她唱的歌，所以对，所以她是音乐才女妈。我选是每日三餐妈，因为每到假日，我妈三餐都问我说我要吃什么。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啊！我每次上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妈有时候突然问我说要不要吃饭。如果跟别人有约的话，我会提前跟我妈说，我要跟别人出去吃饭，我妈也不会骂我。这点我就觉得非常开心的。啊，妈妈就是不会忘记要煮饭给我吃，因为妈妈为我们健康，我就继续吃妈妈饭最好吃了。我选的是温暖解忧妈跟耐心细心妈。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我妈妈呢，她是一个对我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就即使我很暴躁，或者是我今天心情很差，我在用一个很不好的态度跟她说话的时候，她还是会很有耐心的跟我说。那温暖解忧呢，就是我其实不太跟我妈分享我的事情，但是如果当我今天跟她分享了我故事的时候，她就会用一个很温柔的眼神跟很温柔的方式来回应我跟她分享故事。因为他每次就是我们请他带我们出门玩，他都请爸爸，就是跟爸爸说，你带他们出去玩一下，然后他就不想带我们出去，就都叫爸爸带我们出去玩。因为他每天都会煮饭给我们吃，我知道。因为每天他都陪我出去，陪我回来。也是受妈妈的影响，因为妈妈以前在工作职场上，她其实是一个人做3个人的工作，所以说可能受到她的影响，我们对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努力，也很用心。虽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了，但是她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点点滴滴，我都还是会常常的想念。家里就是妈妈很有耐心，就是在整理整个家庭这样子，然后就是不管我们脾气怎么坏吧，对，就是妈妈就是很有耐心的面对我们的坏脾气这样子，对，然后也很细心在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她真的是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难题，或者是怎么样繁重的工作，她都愿意承卸下来，然后她就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我常常都觉得哇，她真的是很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像我妈妈的。我的妈妈是全然奉献的妈妈，在我们小时候，总是记得妈妈虽然还有工作，但是她在下班的时候，她回到家还是准备了非常好吃的、丰富的晚餐，然后甚至在我们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有衣服破掉啊，还是说需要什么，妈妈总是尽心尽力的去处理，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甚至在我读高职的时候，因为妈妈总是早上也是要带我去赶公车，但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妈妈第一件早上为我做的事情不是在那边大喊起床了，不是，她就是先帮我把袜子穿好，就是叫我起床。
妈妈总是为了我们家所有人付出，然后在我们兄弟姐妹在每一年我们每一个人生日的时候，妈妈总是会为我们预备一个生日蛋糕。她总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她很高兴她能够生我们。所以妈妈带给我的影响，让我现在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其实冬天的时候我也是会帮他们穿完袜子，才会把他们叫起来，让他们能够起床。然后虽然我的手不是很巧，但是呢，在我能力的范围，他们不管是在就是所需要的事情上面，我也是会尽力帮他们完成。另外也会在他们每年的时候，就是买蛋糕为他们庆祝，因为我也是很高兴说有这2个宝贝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妈咪不用担心，我很好的。妈辛苦了，母亲节快乐。妈，我爱你。妈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希望你每天都很开心。妈妈，我爱你。妈妈辛苦了。妈妈，谢谢你的照顾。妈 ，Thank you。妈妈辛苦你照顾我们家了。好，谢谢妈妈，我爱你。你要一直平安、喜乐的一起陪我。好。谢谢你每天叫我起床，然后把我喂饱。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妈妈每天总是接我上下学，母亲节快乐。妈妈，谢谢你总是对我这么关心，而且在生活当中一直时时刻刻还是会给我帮助跟照顾。母亲节，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爱你。萨拉马波，谢谢妈妈，就是在我难过的时候或是伤心的时候，不断的用神的话语鼓励。虽然有时候可能会小脾气，但是每一次的问候，我觉得其实是很感动。谢谢你那么的关心我的感受，母亲节快乐！祝福我的妈妈可以活出她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越来越年轻，然后身体健康，多休息，然后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也希望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壮，克服你的身体问题。妈咪希望你的身体被上帝医治，不再疼痛。母亲节快乐！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她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好好照顾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母亲节快乐！谢谢妈妈，在我需要聊天的时候，她都会陪我聊天，可以接住我的情绪。然后每天晚上也会煮很好吃的晚餐给我吃。然后她也会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不管是教会的服事，或是在升大学的所有的选择，她都会支持我。辛苦了，我爱你。妈妈，谢谢你平常都是做很多事情，然后为这个家付出。希望你可以多多休息，不要把身体累坏了，辛苦你喽。谢谢妈妈，在每次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问我说，你还会饿吗？你有没有吃饱？那最后我也想要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咪，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咪，你付出了所有，你也同样值得所有的好，爱你。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谢谢妈妈照顾我，我爱你。觉得妈妈辛苦了，就是从小到大把我们抚养这么大，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怨言，然后真的很辛苦，就是也代替了爸爸的职位这样子。妈妈辛苦了，我爱你。就是希望妈妈能够吃胖一点，因为太长寿，45公斤，然后就是希望她能够把自己养得健健康康，这样子。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永远爱你，谢谢你成为我的妈妈。虽然你现在失智，有的时候你看着我会发呆，我在叫你的时候你没有反应，那有时候你有反应的时候，你对着我就是微笑，然后告诉我你辛苦了，甚至我虽然不常去看你，但是你也告诉我说你
你是个贴心的孩子，所以妈妈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美好的见证。我也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也让我们可以再尽一份心力在你的身上。想对我的小孩说，祝你们健康平安长大，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听爸爸妈妈奶奶的教导，能够不要回嘴，要有礼貌哦。早点回来，早点回来，早点回来。对我的小孩要说的话是，希望他们每天都可以读神的话语，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中。宇宽、宇欣，我真的非常爱你们，然后永远愿意听你们说话，然后你们不管长到多大，也可以随时来跟我撒娇，我非常爱你们。希望自己可以出去走一走，然后跟孩子有美好的互动，这样子。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在上帝再给我一个恩典的旅行，然后在那里跟上帝同在，然后看见上帝美好的创造，再走出去，然后领受这个大自然的美好，这样。我想要有1个礼拜的假期，可以去环台找我各地的姐妹们吃饭聊天。手机好像有点旧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买一个手机给我，谢谢。愿望清单。那个明佳姐给我的 sample 是说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是什么为单身1个礼拜点之类的，但是这一些我好像都不用许愿就有了。我的愿望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吃一顿妈妈做的饭，然后在饭前的祷告可能是哥哥啊、二哥、大哥，然后由你们来带领。这样子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你们的语言能力都很棒，我相信你们也可以好好的为全家人做一顿好的助饭、谢饭的祝祷，这样子，这样就很满足。这就是我的愿望。说到愿望清单呢，我想一想，其实里面有100-200种啊，但是我想想还是克制一下好了，分批每年讲。所以今年我最想要的愿望清单是，有没有机会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玩一玩啊？希望。好，咱该拍拍啊哈，咱的学生哦，感谢主，咱所有妈妈有听到心声，也有收到祝福，知影咱无论倒一个类型，其实咱。只有一项就是听，听囝，感谢主今日牧师要跟咱分享咱要好好来好款待咱的老母透过约翰福音19章这2节的圣经，甲咱讲耶稣永远知影要好款待伊的老母我看了一个。真感动人伫台湾的故事，讲妈妈，你的豆油我买回来这是一个母囝生日40冬才去上会故事民国38年咱知影国民政府对中国撤来到台湾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
老母叫伊去买豆油，想袂到伫半中途吼，去互足大的人群吼下客啊，客到去到港口，后来客去到船顶吼，再来到台湾，10岁囡仔伫台湾一住就住40冬。本来是一个老母所疼的幼囝，但这场的战火，互伊变做孤儿。本来是会当快乐的童年，为了买一罐豆油，失去伊的老母。老母毋知伫倒落。感谢主，伫台湾改严了后，政府开放人倒转去探亲，所以才离开故乡的游子足欢喜，大家人。买到足侪家庭的迄个用品大台小台拢无，但是这个10岁囡仔，即马已經50，伊敢若榨了一罐的豆油，倒轉到伊的故鄉，伊的媽媽還佫佇的，看到伊的老母，真正大聲吼：阿母，你要的豆油我買轉來。伫遐南的吼，这个故事互恁看了听了感觉足心酸，表示真正上帝互每一个囝儿拢需要妈妈，妈妈交代代志，永远拢袂叫袂记。感谢主，咱看到主耶稣今日伫约翰福音19章记载，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要断开的进前，这个各个大山的这个现场充满黑暗，大家心内拢感觉不安。伫迄个周围慢慢静落来，迄个时阵耶稣几个亲人行我伫十字架边。伫这小群的人中间，主耶稣看到伊的老母玛利亚，甲伊所疼的学生约翰。伊知影伊无久就要离开世间，伊应该对伊的老母有一个好的安排，所以伊看到约翰，伊就对玛利亚讲：“老母啊，看你的囝。”佮对约翰讲。看你的老母，这是差不多伫十字架顶主耶稣上最后吩咐的代志，就是伫伊的老母甲学生中间，爱因会当来代替伊完成这个孝道，也会当互伊的学生也会当得到老母的疼，所以主耶稣将老母交约翰来尽孝道。因为伫摩西的教示内面讲，你著爱孝敬父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上帝所赏赐你的地，通得到久长。这是上帝的诫命，加应允的诫命。玛利亚是救世主的老母，所以耶稣受了，这学生拢四散，伊还阁一直伫伊的身边。玛利亚伫十字架下面，用伊慈祥的眼光看这个伫十字架顶受拍、受伤、受钉，到要死的耶稣，陪伴伊行上界路尾的一程，来完成上帝托付伊救赎的使命。老母会听，那甲像迄个诗人泰勒讲。什么人伫我跋倒的时，甲我扶起来？什么人伫我讲迄个水的故事？什么人伫我艰苦的时，互我安慰？就是我的老母。这个美国的更地大王卡内基伊孝服伊老母的批嘛，安尼写讲老母啊，无论我拄着什么款的不幸，我陷落到什么款的逆境，
还是我定力到什么款的做歌中间，老母你拢用不变的听来听我。只有老母永远听我。这个啊，感谢主，咱看见主耶稣将伊的老母交代给伊所听学生。听讲因到伫耶路撒冷有一个因大的所在。但是约翰后来去到这个幼所，所以你若去到幼所，玛利亚的这个梦也搁伫幼所的所在，就是伊照顾伊老母，直到伊倒转到上帝遐。感谢主，望咱伫这个母亲节，互咱会当学耶稣的款式，会当好好来款待老母。伫即个母亲节除了咱会当讲送咱的老母红包，还是讲送破链啦、足介意的所在，送即个即马咱电视广告吼，足侪牌子拢是咧广告啥物？吼，迄个摇椅啦，吼，表示今日对老母的孝心，还是讲去吃大餐吼，买水的衫，买营养品。来，对老母表达吼，对老母的听的感谢但是上界重要的，其实咱就是爱学主耶稣，爱照顾老母，爱好款老母，好款待老母。不管老母到年纪偌济伊的状况安怎，咱拢会当来照顾老母。佫会当来遵守老母所吩咐的，这信仰的价值，无老母担忧，无老母见笑，反倒当会当互老母得到尊严互老母会当得到好的安慰。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做一个真正好好来好款待老母互这个家应允的界面会当真实伫咱的身躯顶。互你伫地面上的日子，你会当得到久长。咱三甲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来透过各种的方式，互阮会当来表达对老母的听的感谢。所有老母也会当对这个表达会当得到安慰。对囝儿任何的表达来得到安慰，得到上帝祝福，会当互囝儿来友好，互囝儿拢会当好款待老母，互老母一世人所付出的，感觉所付出的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会当真正坦然无惊，倒转到上帝的所在讲。上帝，你交代我的使命，我已经尽啦。互上帝所备办的福气，拢会当到伫所有的老母。无论今日所结的是红花，感谢上帝，老母也搁伫的有机会通好来款待伊。虽然结白花，嘛感谢上帝，过去有老母的疼痛，互老母伫上帝所在会当享受伫天顶永远的快乐。主感谢你，何乐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念回应的诗451首。回应诗451首，请起立吟全首。
兄弟姊妹，咱三甲来祈祷，咱嘛为着所有的妈妈祈祷，嘛为着囝儿祈祷，咱嘛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求台湾那甲像咱的老母，咱的土地，咱的国家得到上帝的看顾甲祝福，然后这个国家调野会当和谐，共同来度无国家的福气人民的生活咱也为着整个世界会当和平，特别伫遐战争中间的，伫遐灾难中间的，上帝听充满伫因。咱为着软弱的肢体，咱也三体祈祷特别为着过来这个过来拜六有咱牧会长老娘，就是黄州长老娘的对主个别礼拜，咱也为着双家来代祷。也即咱有甚物款的代祷带到主的面前，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母亲节，祝福阮所有的妈妈拢勇行，互阮妈妈拢会当得到囝儿事事有效。主啊，所有这做囝儿的，拢会当行伫妈妈所教导信仰的道路，互因拢会当蒙福。这样所使阮每一个家庭会当蒙福。这样所阮恳求你也施恩你的圣话，主啊，互信的人会当加添伫阮中间，互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敬畏你，热心来服侍你。主啊，阮的国家，阮也恳求你人民帮赞，互朝野会当和谐，互国家会当真正成做一个大家庭，逐人三听和睦徛起，互台湾更较进步，伫国际更较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这样说，阮也特别为着伫战争中间，主啊，伫地当中间，做受到破坏，家庭受到破坏，家园受到破坏，主啊，求你怜悯，愿你会听伫因中间，愿你互因会当紧得到恢复，和平会当降临伫因中间。主啊，阮有最软弱的肢体，愿你的意志点伫因的顶面，互因当恢复勇行。主啊，特别牧会长老娘受主恩调，伫这个拜六的个别时，求你保守一切平安顺遂，安慰为主会当上帝名也会当得到荣耀。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听阮正大家的祈祷，赐予阮的老母勇行，赐予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热心服侍你。主啊，保护阮的国家有平安，主啊，互这个世间有和平。主啊，阮有软弱的，愿你的医治到伫因的身躯，互因得到健康。主啊，阮为着牧会长老娘受主恩调，会当长会受感谢你。伫拜六的个别礼拜也会当诚做水的见证。主啊，互参加人得到利益，愿你安慰为主。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奉献，请祭司来收奉献。
上帝，我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冕旒，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学，加做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祝福车恳。请起立。对，好，祝福车恳。450首。牧师，等恁通平安去，互恁会当孝敬父母，互恁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所赏赐恁的地，通得到久长，互生你的老母会当得到欢喜，得到快乐，会当好款待因，互因得到安慰，得到尊重，得到尊严。得到好的照顾，直到因倒转到上帝所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二体，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